哔哩吧啦，唱唱跳跳又来呀！一摆我哋嚟到乐队文化园区，也是节目，除了可以看到十分有精神的舞台，还可以欣赏到先生、学生的联合表演的自家弹、自家唱哦。接下来，让我哋共下来欣赏现代来嘅精彩表演。题主由湘潭幼稚园带来嘅童谣作曲。精神十足嘅舞台，加上有功华丽嘅家伙式服装，接下来赶紧向下欣赏现代来嘅表演。好色青粗香盖太唔跳，叫我好色硬壳壳盖太骨不跳，风吹跳滚滚排骨跳，风吹跳跺跺跺，风波跳滚滚滚，彩色双足好通跳，叔公舌头哈哈笑，风吹跳跺跺跺，风波跳滚滚滚。彩跳，跺跺跺，波波跳，滚滚滚。兔儿好舌风，风盖风彩跳；喵儿好舌青粗香盖太唔跳；狗儿好舌硬壳壳盖太骨不跳。
跺跺，步步跳，滚滚滚，彩色双足好通跳，叔公说到哈哈笑。风吹跳，跺跺跺，步步跳，滚滚滚。风吹跳，跺跺跺，步步跳，滚滚滚。最好糖。你们很想长大，不希望别人长大，赶快变大。但是其实你就很想要吃油，但是俺的优婆他会跟你讲说啊，其实有时候要等待，要慢慢成长是无你一触可及的啦。啊，嗰种俺也创一条果时间，哎呀唔敢管，对吧？嗰种第摆谈到一条果，迄俺迄看个客家天师有啲砍字业的书，个故事。鬼火啊，嘛喺讲后上一群年轻人把他们拉回正常的这个轨道的这个故事啦。伊片尾曲如自由的，拄好俺们小朋友毕业呗，马上讲，哎呀，俺们做一条，俺们来乡下一条歌的来送边的，看这个书也拄好，愈一种心情，嗰种俺愈深的俺们的小朋友，也四个小朋友伊哋。听俺的喜事，愈有伊是组成的乐团C4啦，像按我唱歌，按像我表演愈强下来。俺当初的时间俺们愈适合提呀，还有加上俺的玉婷老师，伊嘛请我唱歌，俺愈强下。一条歌本来愈爱愈吉他按的，但是俺的云轩伊晓得弹乌克丽丽，嗰时候呢，俺的愈来合作，但是感觉还是少一些东西，我感觉。无安的节奏吉他在弹的时候，想要做一些风的感觉，但是那个有节奏一来，那个风的感觉会更强烈，那个起风的感觉会更强烈。嗰种俺有俺的那个李明老师，其实俺的李明老师嘛唔多晓得，但是伊愈嘛佢有心啦，愈强我来好些，我讲干来屯天师安尼大看看伊愈去买木香菇，安尼愈安尼，为着一条歌的。伊愈花的钱去买个木香菇，安尼，也愈微行，俺们愈当作说落也弹唱，最后一条歌嘛做起来嘛，很不错啦。我是李彦峰，我是喜事歌手6年生，我是夜摆表演，底部有创一支是优婆用彼岸歌，彼岸歌的时间我就想讲，我们只是单单的唱歌，就会有一些。无聊，俺人就碰到彼岸歌按歌，然后就一个同学就爱讲，再闻一下，俺人就会讨论一下讲嘛个加嘛个动作摕底会本片影看到真有感觉。我们在练习当中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就是有一位同学在结尾的时候非常的投入，非常的激动，他可以表演给大家看。在最后一句嘿，前档只有按尾，我们要再重来一次。然后呢，就最后一个字要摇沙铃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要不要用力的摇看，我就一直这样摇，很大力的摇。然后后来想说这样子不是很震惊，所以在这次的表演里面中，我们就是这样慢慢的摇。这样也是比较有感觉，因为这首歌是比较平缓的，这样给人家的感觉是比较好一点。在他们练习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他们是一直慢慢进步的。一开始他们对这首歌没有很熟悉，那有些发音也是比较难，所以他们一直去反复的练这个要怎么讲，然后怎么唱，然后到结合我们配乐器的部分，那他们就是有。慢慢的融入在这个歌曲里面，然后也让我看到他们越来越喜欢这首歌，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感觉是很轻松、很自在的。他们进步，我就是看在眼里，然后也很开心，就是他们这么热衷表演，然后唱歌，对。
真正学生嘅有机会共下上台表演，真是系十分难得嘅事情。接下来，让人能共下欣赏时事节手带来嘅表演。摇坡摇坡，唔用彼岸过，江海天天小风，比到冲天高。自由自由，唔好想太多，等到山当风起台风，唔也比天高。摇坡摇坡，唔用彼岸烟，但系无所嘅头地，比到冲绳嘅烟。自由啊自由，唔好少你多，等到所嘅眼放出，汉江踢烟鬼唔得。无平事啊，无平事，大学的朋友无平事，希望牵手的行两步，自由好适风。希望牵手的行步，天人的自由安慰风。摇坡摇坡，唔用彼岸过。甘系天天小风，比到上天高。自由自由，唔好想太多，等到山当风起台风，唔也比天高。摇坡摇坡，唔用彼岸烟，甘系无所嘅特点，比到上神的烟。自由啊自由，唔好少你多，等到所嘅眼放出，汉江踢烟鬼唔得。无平事啊，无平事，大学的朋友无平事，希望牵手的行